第一题。哦，这一题我写完了。哎，小叶还没有。哇塞，我在儿子心目中优点这么多。哎，你不能写7个地方，是1个哦。一个啊。是哦，小叶是1个啊。等一下。好，谁是老公？谁是老公？哎呦，对我的评价也太高了吧，我好感动乐哦。乐，宝贝，妈妈知道，就是你常常都说妈妈全部都很好，可是妈妈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没自信的人。然后我唯一比较肯定一点点自己，就是我知道自己心地真的很善良。哎呦，还有自己这样讲自己心地善良，没有因为我心地善良是别人称赞的哦，我心地好善良，搞不好别人觉得你心机很重啊。哪部分？你举例啊。比如说，心机重还能跟你在一起吗？我妈心机重的，早就想弄死你我了吧。真举例不出来，他有哪里心机重的。第二题，我知道。爸，好， I don't know。来吧。赶快不同。的鞋子它有不同的尺寸呢快。点，你等这么久。 1、2、3。 27是什么啦27是公分。公分的话，公分，然后你是穿39啊？没有 IT 38，你们写39都是尖头高跟鞋才会穿到39，我平常所有的鞋子都是38。最近他最喜欢的，他有公开跟我称赞过的，他好多，他很喜欢称赞人啊，可是他会称赞他。要计时啦，怎么这么久？好。明星，明星哎，是哦，又不是明星，他是我心中的明星是，历史人物，又不是真的。对不起，但他在我小朋友，心小朋友目中就是这明星题妈妈的认知有点问题。没有，可是我答对。明星他答对了。跟历史人物，汤包不算吗？汤包不是最喜欢的。好吧，我是最喜欢的。对啊，我都要看《秦始皇传》了。我还输秦始皇，那我要当兵马俑算了我。乐乐的第一题，好难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没有看过他没有洗澡哎。耶！全部都对了。哦，知道，超明确的。好明显哦，我知道。我觉得我这题应该也会对。好了没？好，来1 1、2、2 3 3。谈恋爱个屁呀！几岁就要谈恋爱，这是什么愿望啊？爸爸注意一下形象，讲话要修饰哦。你不是想要再看一次 BTS 演这唱会吗？也想在许愿的气球上面写他想要脱单。他是写这个吧？我不想听他讲话，咱们下一题。超明确。这个应该全部人都知道吧？